世界樓巡禮，主持魏美珍、莫佩文。好啦，翻嚟節目時間之後啦，咁啊 Paula， 我哋今集咧都係繼續講緊呢係德國嘅柏林，頭先都介紹咗佢哋啲風土民情嘛，而家咧我哋不如咧請投資專家咧同我哋睇一睇咧喺當地買樓其實要注意啲咩地方啦。好啊，我哋呢位投資專家咧都好犀利嘅，買樓好似買菜咁啊！我哋希望你俾多啲 tips， 我哋都跟下學下你點樣投資，每次都得益嘅。係啊 ，AMTD 資產管理主席曾慶倫嘅 Alan 你好，係 Michelle，Paula 你好。你咪澳洲買到厭噶，所以轉戰歐洲啊，分散投資都好散下，去到歐洲咁遠。上次你就介紹我哋去柏林啦，追落後嘅概念。柏林係德國嘅首都嚟嘅，通常首都啊應該係最得到政府嘅關愛噶嘛，基建應該係起得最多嘅，發展應該係最快嘅，何來有落後呢回事呢？吓Michelle， 你呢個問題就係我諗個核心嘅問題所在啦。因為上一集約略講過，就係因為咧喺嗰個歷史嘅原因咧，其實德國話就話係呢柏林話就話德國首都，其實咧過往有10多年咧，其實係瞓咗覺嘅，並冇得到首都應有嘅待遇。隨住嗰個圍牆倒下咗之後咧，其實德國政府自己都冇將個首都搬過去，直至到大概7-8年之前咧，先至真係定都翻嚟柏林。咁啲商家見到你都唔嚟，我梗係唔嚟啦。而家你嚟得，即係話咧，可能嗰啲東西兩邊以前東德同西德嗰啲民眾嘅收入啊、文化水平嘅差異都去翻一個比較合理嘅水平啦。咁啲商家開始投錢入去咧，所以咧而家先至開始係做翻呢係一個首都咧應該有嘅呢個投資嘅水平。咁所以當地人咧有句說話都我聽落咧都想喺度同大家分享下，佢哋叫柏林做咩嘢咧？係德國作為一個成熟市場入邊嘅一個新興市場。新興市場都唔係個個都安全，不過佢喺成熟嘅市場入面又係新興，呢個都幾特別啊！因為你頭先講緊基建呢，其實佢有一個首都機場喺柏林呢，一路都褪字，而家都 expect 係2017年會喺柏林有一個新機場，都 expect 咧大概有2100萬嘅 passenger 旅客，增加到5000萬嘅 passenger。呢個機場我都略有聽聞，之前都搞咗好多年啦。過去嗰幾年一路咧歐債危機都困擾住歐洲好多個國家啦，咁所以褪下一年又一年，終於咧都有機會咧，好快咧就真係有個新嘅機場落成啦。想問下 Alan， 呢一個機場嘅落成，對於當區個物業嘅發展會唔會帶嚟啲新嘅幫助喺度咧？我諗作為一個首都級嘅城市即係頭先都講啦，歐洲嘅3大巨頭德國、法國、英國，咁唔好睇德國住啦，你睇下巴黎同埋倫敦嗰個經濟嘅建設當地嗰個人流、物流同埋金錢嘅流量，作為一個歐洲嘅首都級嘅城市，最終我諗呢都係三隻腳企喺度嘅，即係柏林同呢個巴黎同倫敦一定係看齊，只不過時間嘅問題。而家我哋見到嘅呢，我自己覺得呢，喺睇完晒咁多之後呢，有少少似深圳喺80年代，係你明知呢係假以時日呢，佢係會追到上嚟嘅。問題係你喺邊個時間上車咁解嘅啫。咁而家我哋見到嘅經濟建設呢，喺冇機場嘅冇一個國際級嘅機場都見到咁樣嘅情況。到佢個首都機場真係落成嘅時候，就好似我哋國家北京咁啦，喺呢個係2000年奧運之後，趁勢將個首都機場係成為一個國際級嘅。你睇到個經濟嗰個整體嗰個實力係提升咗幾多？我相信隨住個機場其他嘅港口嘅或者係基建嘅完成呢，對於柏林嘅經濟嗰個騰飛呢，係會帶嚟更加大嘅幫助。咁我哋考慮喺邊度買樓，除咗留意佢哋嘅基建或者係咪有追落後嘅概念之外呢，亦都要留意供應啦 ，demand and supply 啦。我就有啲擔心，會唔會佢哋而家搬咗首都去嗰度，咁應該就會大興土木啦，跟住會起好多樓，忽然之間供應咪會多咗好多咯？呢一個會唔會擔心啊？呢樣嘢得意噶，如果你即係而家就個機場就我提議就大家可以可免則免啦，唔好去啦。佢個機場係應付唔到個需求。即係舊嗰個，咁我都要飛去睇下樓㗎嘛。所以一定係要等新機場。但係火車咧，喺你知歐洲大陸火車係一個好重要嘅交通工具嚟嘅。咁而柏林啱啱係開咗呢個全新嘅火車站咧，係好冠冕堂皇嘅，亦都係喺歐洲咧數一數二大嘅火車站。一出火車站，你舉頭一望，你一定嗰個感覺就係哇！
點解周圍都起緊樓嘅？周圍都係建設嘅？因為上一集我都同大家分享過啦，因為人口嘅膨脹咧實在係非常之快。全德國嘅500幾萬人口有超過大概6-7成咧係聚居咗喺柏林嗰度。咁你話對於嗰個城市個房屋嘅負荷咧，帶成無比嘅壓力㗎。咁起樓都起唔切㗎，即係香港話收地都收咁耐啦嚇。雖然嗰邊可能收地可能都會快啲，我相信都快極都有限啊。你作為一個民主嘅國家咧，要收地呢啲都係要經過一輪嘅程序。咁變咗咧，要每年呢係去應付3%嘅人口增長，談何容易？所以咧，其實大家都睇到咧，數據都分析到咧，嚟緊呢幾年呢，嗰個樓宇嘅供不應求，唔係講話係要好大嘅樓喎，基本生存嘅係住屋嘅樓咧，其實都係供不應求，同香港嘅不遑多讓。我又知佢哋嗰啲新樓咧，其實唔係咁多嘅，因為好多歐洲國家咧，政府都唔俾你拆舊樓，有歷史價值嘅舊樓嘅，佢哋叫 Altbau 啊。咁係咪都好多？除咗新樓，有舊樓翻新嘅房屋俾你選擇嘅咧？算好添啦！喺柏林，因為有個東西德以前嘅歷史背景，喺東德可能有啲樓咧結構嗰啲係建設係唔符合一啲防火啊安全條例，有個藉口俾你拆咗去重建。如果你試下去呢個巴黎啊，其他歐洲嗰啲首都級嘅城市，掂都唔俾你掂，諗你都唔好諗話拆啊！最多俾你入邊係咁以裝修下就算。咁而家咧柏林咧已經叫做好啲，尤其是前東德嗰邊離開呢一個市中心5至10咧，咁慢慢咧適當咧可以俾一啲地方嚟起下新樓，否則嘅話咧都係舊樓重建咧，喺當地嚟講咧，或者叫做唔可以叫重建，舊樓嘅係叫重新包裝推返出市場咧，都係主力。能夠揾到一間靚嘅新樓咧，真係絕無僅有。去外國買樓咧都要留意咧，就係嗰個匯價啦。對於歐元嗰個睇法會係點樣咧？同埋會唔會都幫到我哋喺個柏林嗰度置業啊？其實係有跌到相對美金同港紙，但係歐羅嘅跌幅咧係唔算得係特別嘅係最差，因為譬如你比起新西蘭元啊、澳洲元啊、加拿大元、日元呢啲咧，佢跌幅係非常之明顯。相對新興市場貨幣歐羅其實冇跌過咁滯啦。對歐羅可能係10-20%，咁呢個算係調整啫，唔算係大跌。但係大家唔好忘記，佢嘅所謂嘅量化寬鬆咧係今年7月先至，今年嘅下半年咧先正式係開動全速開動嘅，嗰個全面嘅效應都仲未係出晒嚟㗎。咁好有可能咧較後時間咧，對於歐羅嘅匯價咧都有一定嘅壓力喺度㗎。咁你頭先提過有啲新樓啊或者舊樓嘅選擇，咁大概租金回報，如果我想買啦，個租金回報大概係幾多度咧？租金回報咧睇下你喺邊一區，如果你係一啲係叫做係貴價區，甚至乎我哋講緊最靚嘅就喺嗰啲領事館區嗰度，咁個樓價咧係會高啲，所謂高啲就大概4000零蚊港紙一尺到啦。哇，算高噶咯喎！係啊，呢個成個城市最貴嗰度啦。4000幾蚊。咁嗰啲嘅租金回報，因為你個樓價高咗，租金回報咧可能講緊係掹住車邊4.5% 到啦。如果你話去翻一啲係東邊少少啲嘅咧，個租金回報可以去到5% 以上嘅，咁反映緊當地個租金個需求好大。咁你會問啦，哇，5% 以上咁如果我要供樓，係咪係要供供幾錢先？如果你供都供翻5厘，冇乜意思。佢哋息好低啫，息低，唔需要講得啱啊，因為佢量化寬鬆啊嘛。咁啲息口一路落緊嚟，同埋佢哋咧係德國人咧做嘢樣樣都係有板有眼，樣樣都計劃晒嘅。好中意做一啲叫10年定息按揭，15年、20年都有。一簽咗之後咧，你就唔使擔心啦，個息口就唔會上翻去噶啦。而家譬如而家為例，10年嘅定息按揭咧，可能做緊3厘幾嘅啫。係，咁你收咗租金翻嚟還埋按揭咧，可能每個月都仲有錢剩。咁對於呢個收租一族或者係想係借住呢一個浪去因為佢個樓宇供不應求，租金高企，鎖住一個低成本嘅按揭咧，似乎又係一個唔錯嘅選擇。不過講到投資物業咧，當然會有一啲風險嘅，好似我哋上次講澳洲，雖然有好好嘅物業俾我哋揀，但係都要留意咧。如果你唔係當地嘅澳洲居民咧，其實只係可以買當地嘅一手樓啊嘛，但係多人都會忽略咗，富豪都會唔記得呢樣嘢啦，係咪？所以我都想問一問阿 Alan，就喺柏林如果置業嘅話咧，有冇一啲嘅風險或者要注意嘅地方要提一提我哋先嘅？有啊，所謂隔山買牛嘛，一定要問清問楚，同埋大家都知道，即係喺呢個節目同大家分享好多次，我自己都係希望咧係要睇清楚、問清楚咧，先至好作任何投資決定。咁今集因為時間嘅問題啦，就唔一一去論述。咁但係咧，我承諾咧，大家咧喺下一集咧，
我會用好多嘅時間咧，逐一為大家分析清楚咧，投資喺柏林，無論喺嗰個法制上高、稅務上高，或者係個財務上高嘅安排入邊涉及啲咩風險，我哋點樣去一一去拆解佢。係咁啊，仲要同大家睇下有啲咩選擇啦，究竟幾多錢可以喺柏林嗰邊做業主啦，係咪先？咁啊，可以啊留待下一個星期我哋先至慢慢去拆解呢啲問題啦。不過如果大家咧係心急得滯咧，想好快脆咧就知道呢啲資料咧，可以參加我哋今個星期六同埋星期日咧，銅鑼灣嘅柏寧酒店26樓咧，我哋會有呢一個嘅德國柏林投資茶會。咁啊，到時就會有專業人士咧，就同大家詳細睇一睇咧喺柏林買樓要注意啲咩事項，同埋有啲咩選擇噶啦。今個星期六5號同埋今個星期日6號咧，都係歡迎大家參加嘅，名額得20個，可以打電話入嚟咧係報名先。AMTD 嘅熱線35438328啊。咁今日我哋時間差唔多，唔該晒你 Alan， 多謝。唔該晒。世界樓巡禮 AP 世界物業顧問助你瞄準環球優質物業。